一个基金会叫做台湾民主基金会，开放予政党会当提出着计划申请补助。因为这个基金会拢是靠外交部咧提供经费，所以政党若要申请补助，这个基本上提出的计划都要符合着推广外交，才会当来申请。即摆哪里双方为着民主基金会补助是互相咧呛声。国民党讲，这个民进党甲民主基金会当作小金库。民进党是反呛国民党，甲民主基金会补助当作东散来使用。去年8月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出席受党内主办的国务卿旗舰营，活动上真侪少年仔来，内底成员有真侪党内青年群。如今选举南赢这期，活动预算提示民主基金会补助，多来伫咧美用公共的财产伫咧互选。打选战绝对不符合民主基金会的补助要点，但是民进党却把民主基金会变成自己的侧翼跟小金库。去年摆民主基金会人事调整，一摆补助款，搁一摆正做南赢攻击的焦点。民主基金会嘛抛出新闻稿，无实在指控是感觉真遗憾，受到国民和国际友情告解，绝对毋是台湾之福。不过民进党召开记者会，激动起，讲补助款南赢无分。民主发展政党政治公共政策系列民意调查，请问这个民调调查结果是不是你们拿来做选举的民调？来看国民党申请的补助，内底包括中国国民党用一份资讯内容更新72篇，民意调查130篇。民进党这期在行政费用和民主推广根本无入台。写的都是国民党对于国际社会的一些想法的推广，以及跟国际社会的各种访宾互动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照片，是完全符合民主基金会的补助办法。你们2020年网站就停止运作了，怎么2021年还在用英日文网页更新，向民主基金会申请了72万元的补助呢？这个难道没有申请不实的问题吗？民主基金会争议是花白体，那立两边个人讲个人会，想要把争议跌落来，强调来公开相关补助资料，才会当讲详细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